黃先生，你曾經對我當事人嘅 IG 限時動態俾心心，目的係為咗博取佢注意力，繼而對佢展開追求。你同唔同意？反對，控方嘗試誘導證人。反對成立。控方律師請注意你嘅根據我當事人嘅口供，入面顯示你曾經回覆佢嘅限時動態 WTF 3隻字，我可唔可以理解為你嘗試同佢展開話題啊？可以，但係我正常同朋友傾下偈啫，都冇做啲咩錯嘢啊。呈上證物 Cam 一支舒緩疲勞嘅飲品係你購買並贈予我當事人嘅，同朋友正常咁傾下偈，再正常咁關心下佢，然後再特別正常咁樣對佢一個人好，你認唔認同呢一種係哥布林式嘅壓下跳手法？唔係啊，我真係冇啊，我買多咗啲嘢啊嘛，咪請佢飲咯，我冇做過啊，點解要屈我啫？都屈我咯，我冇做過。肅正被告，請注意你嘅言行啊！大狀王唔係黃大狀，唔好意思啊 ，Miss Wong。今日呢度 everyone is wrong。以前個個都話愛情係男女平等嘅，但係今日可以改口啦，愛情男人含哥布林 cam 呢啲字眼全部都係針對男性嘅。被告，我淨係問你一個問題，拉人哋 sorry， 覆人哋 sorry， 買嘢飲俾人，你有冇試過對其他朋友、兄弟、家人、學生、老師、姨媽、姑姐、七嬸六叔其中任何一個人咁樣做過？有，梗係有啦。多唔多？多。法官大人，我冇嘢問。本席宣判，被告嘅行為法律上只能定義為廣泛性無差別獻殷勤，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嘅原則，本席宣判被告心動罪名不成立。但鑑於被告嘅行為的確容易引起異性不必要嘅誤會，本席現依例宣判被告禁止私聊令1星期，退庭。